我爹娘在少阳山附近失踪，可否拜托总镖头帮我寻找到爹娘的下落？陈彪贼心不减，一旦我离家，他必会再来骚扰。要保护二姐，必须先下手为强，解决后患。回山全院的亲传弟子是绝不能参与到洪家堡和齐家盟的冲突之中。不过盟主也说了，如果我成为江家女婿，那他就会信任江家。魏师弟背后的势力，看来非同小可。萧师兄真是聪明，那你猜到今天会死在这儿了吗？说，你们把人都抓去哪儿了？